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讲到元旦1月1号，蔡总统宣示了，在今年要安怎来用这个4800亿。如果你手头有4800块，你要安怎来用？是要先来行济，也是本地吧厝内大家来一米寻开心。总统讲要加强韧性，经济上真要紧。那么这支葫芦内面是装什么药引？今年经济讲会看歹，到底呢爱欠啊用？到底今年是会偌歹？这集请来专家看一年。首先，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的教授蔡明峰蔡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第二位是咱台湾金融研训院的院长黄昌德。主持人好，各位电视甲网络顶面的同仁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台湾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曲达生曲教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看蔡总统在元旦的时阵宣布，讲要来维持着经济动能4大重要的任务，外界都真关注啦。这个超收的税金，佫会发到现金给民众吗？总统表示，目前无要讨论是要来发这个消费券或者是现金，是来用着协助高风险的民众甲产业，嘛要请民众来理解。总统好，副总统好。2023年元旦星期，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共同唱国歌，随伫总统府内发表新年的谈话，提出集中的团队要维持经济动能，这4项重要任务。对着各界关心的是不是加税金向民众普发现金，蔡总统态度保留，表示会议上无具体来讨论发放消费券也是现金以及时程，请民众理解和支持。我知道近来有人主张要皆大欢喜，将这笔钱平均分给每一个人，但在全球经济高度不确定的此刻，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把宝贵的资源优先协助高风险的国人及产业，来维持国家因应危机的韧性。另外，有关国家长远发展的6大核心的战略产业，总统府甲行政院共同来检讨，并且召开咨询会议。蔡英文解说3800亿税收，中央政府对3面向来做4个部分的规划，前2部分2000亿用伫补贴，剩下1800亿还阁来讨论。另外，钱用伫需要用的所在。不过，民进党内部针对着是不是普发的意见拢无同，有立委认为应该按针对性来补助。不要普发比较好，能够把钱用在真正需要的地方才是对的。要不要普发可以讨论，对一些低收入、中低收入户或者一些低薪族，我觉得要优先发放。国民党团支持发现金，时代力量党团持保留态度，认为政府应该就严来考虑。民众党团支持普发现金加照顾弱势，也应该赶紧向民众来公布这个方案。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头看到这个影片当中哦，你不一定会当全部来理解。咱来看这个图片吼，这内面讲超收4500亿，首先700亿爱互地方的税收吼先提去，日剩3800亿。而且呢，这3800亿呢分做3道，一道呢1000亿，就是劳健保这个债务的缺口，个台电的电价的这个补贴。第二个1000亿，讲是要启动第一波加强韧性经济方案7个措施，咱小等来看，什么叫做韧性经济？第3个1800亿，第2波第3个。这应用就是讲，唔知会发生什么代志，这1800亿先放落地啊，先才讲。所以讲咯，3个面向4步曲。首先我来请这个蔡老师来跟咱讲吼。老师，你有同意安尼来分配无？尤其有的人讲，这劳健保逐年都咧讲叫要破产，叫要破产，逐年就一直贴钱落去，这敢是方式？还是这无了事？还是讲这无法度，既然有这个钱了，紧甲贴起来。
我感觉以目前即马总统伫今年1月1号所讲的即个要安怎处理即条钱的方式，我感觉即个方向是较正确的吼。咱会当对即个总统的即个讲话当中，咱会当听得出来讲吼，伊感觉发现金是上，毋是即马上重要的。嘛会当讲嘛，无需要讲甲伤过即个详细来讨论的。啥哪？因为发现金是上无用头开一种方式。总统伫内底讲到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咱对外连接爱加深嘛吼。你要安怎互咱整个经济会当有较长远的发展吼？有一个上重要就是讲，你爱参上新的技术，爱有法度继续连接。伫上新的技术这个方面，我相信即马咱足侪观众朋友嘛，拢有听到咱伫节目当中，咱定定咧讨论的吼。咱真侪即个半导体，也是新的即个科技的产业吼。不管是去美国设厂也好，去日本还是去欧洲设厂也好，其实呢，伫咱即个方向，这就是咱对外连接。啊，咱要怎对外连接？咱家己嘛要变强。咱家己要变强，所以咱要参即个日本来做伙来合作的时阵，咱嘛较会上要参你做伙来合作。对，所以对外的部分，你要有一条钱，这就是拄则讲到讲经济韧性的部分。啊，对内咱嘛有真侪中小的企业。对无？真侪入位伫咱即个外口一直咧讲吼，讲咱是毋是爱甲发现金吼？其实因看到有可能是讲，咱伫一般的即个中小企业也好，还是咱一般过去咱伫即个庄头、即个地方的即个县市，因的经济可能慢慢咧落去啊。所以咱政府要哪，互即个中小企业有法度甲继续经营落，因为足侪中小企业事实上因创造出来即个当地就业对着。当地经济稳定是扮演足重要角色的，所以咱政府有法度伫这部分甲做吼，对着咱台湾经济韧性的提升是做有帮助的。这就叫经济韧性。第二个问题，同款我要来请教到院长吼，咱的经济韧性吼，院长你有啥物定义？互观众朋友当较简单来理解，啥物叫做经济韧性？好，但是我应该要做过。在前的工作啦，吼，我是感觉讲，咱他先来看一下，讲到底啥是税啦。咱定伫讲，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讲，人生都有死亡甲税是撇袂过。死亡甲税你一定袂当想。无法度想的。啊，这个税就是讲，咱本身有一个财产权，咱有100块，但是呢，有一个税，甲你扣掉，互你无法度用你的意志。学你的想法去用，但是为着一个社会甲国家的发展，伊甲你扣来共同的来处理。啊，咱再看到讲，人哋话讲啊，咱来还税于民，加4000多亿。迄真大的原因就在于讲，过去3年来疫情吼，甲年初的时阵，咱看歹经济，但甲年底的时阵，咱的表现拢比本来较好。对啊。但是咱的预算伫编的时阵呢，你讲。像假使今年打要开始，1年的开始，咱的预算伫旧年的5月就编啊，因为咱5月都爱编了后，8月甲下送立法院。迄阵时是看歹。啊，所以旧年的5月伫看今年的发展的时阵，伊真歹要会准。啊，若感觉世界景气歹，伊就会高较加者。甲年底就算讲哇超过，啊过去3年拢一直发生这个代志，所以当年拢超过差不多3、4千亿，甚至甲4、5千亿。所以这拢是因为你预测你无法度去避免着讲会准袂准。所以院长你的意思是讲，以后这预测就准刷看看就好。真歹会准。若讲讲你看了好，到尾经过着啥物款的代志，你收无甲扣无甲遐济税，有可能造成了你税扣无够。啊，所以甲会讲咱这个税吼，政府甲咱扣了后，像讲咱拄则第一点的讲着健保就好啊。足侪人伊无法度来负担高价的医疗行为，咱就用大家扣的税，来互社会来稳定啦。啊，所以健保的亏损遐济，你也无趁单涨出来，加加囥一寡落，对这个社会帮助可能毋是上好的方式。这算做共业啊？他讲共业也是共同的负担啦，互相的帮忙。所以若讲到第2点，讲第一个是要保劳保甲健保，第2点要保的就是韧性。啊，咱讲韧性，咱台语讲了不要讲韧啦，这物啊叫韧嘛，韧就是歹保嘛吼，啊足扣的。基本上就讲，你拄到一个力，一个外口的力来的时阵，冲击，你通真紧的冲击，然后你通真紧的恢复。你也像咱即摆看到，
疫情甲打相当，咱的服务业、咱的观光业，你若无政府针对这些人甲伊支持，更较有效的支持的话，其实伊可能就散去啊。啊，每一间拢请二三十个员工，啊，这些人若去别位找头路，甚至讲，因为经济受困难，到尾变甲真可怜，伊若无法度搁入来内底上班啦。所以要安怎好？敢若你又来想讲，敢风台啦，任性就是你要安怎互恁兜的，因为你毋知风台会来无，但是讲你看讲，台风预报风台会足强烈风台来，你要安怎互你的厝拄着窗仔门袂真紧破？所以这内底有足侪代志爱做，尤其是针对着中小企业。当然，对正蔡老师讲了就好，咱的半导体产业啦、高科技产业要甲国际接轨。但是针对半导体之外的这中小企业，佮有服务业，这是足需要帮忙的。有，阮其实听到真侪声音讲吼，咱台湾都毋那是半導體安尼啊，啊，佮真侪奇奇卡卡，你想袂到，东西27八，足侪中小企业嘛真需要这个政府的这个帮助，尤其这2、3档，我要请教就邱教授吼，咱台湾的中小企业吼，尤其咱小等下一趴的公告讲，全世界这个经济在今年拢会看歹哦。这个刷来，咱内面啊，佫有讲，这1800亿内面啊，佫有第3波、第2波这个营运。咱的中小企业到底具体，老师你看到什么物件？咱的即卖资源吼，拢会走去即个高科技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的即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即个覆盖率较无够。好，你比如讲中小企业最重要的，敢若石化吼汽车零组件，纺织啊等等，咱这个海外吼，拢拄着这个关税吼，拢是凭这个咱最主要的这个竞争对手就是韩国，加足悬的。那韩国的这个FTA 啊，伊的这个覆盖率吼，就是凭咱台湾加足悬，差不多应该是有咱的6倍。老师，你甲咱观众朋友小解说一下吼，什么叫做自由贸易的覆盖率？我打个比方啦，吼，比如讲像咱台湾最主要的出口的市场有4个嘛，吼，上大中国甲香港，过来就是这个东南亚，美国甲澳洲，那咱甲这4个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地点，拢无签 FTA， 拢无，拢无完成啦，甲中国是签迄个ECFA还是早收清单？所以咱的物件卖伊，咱竞争力就少。所以讲，咱就是爱纳这个关税，那但是呢，韩国甲这个4个所在拢有这个 FTA，所以讲你即马你这个厂商啊，你做同款的物件，甲韩国做同款的物件，等于讲你卖去伊这个所在，你无这个价格竞争优势嘛。你所以讲做迄就袂谈，我就做这个电子零组件，这方面因为有这个资讯科技的协定，所以这部分是无迄个关税。所以讲你会感觉讲，咱台湾你若讲看过去20年、30年，其实这资源拢往这个高科技家，来刷档。那但是呢，咱嘛是爱照顾这，譬如讲较传统企业这中小企业，因为足侪人靠这食钱嘛，那所以说，现在讲这个经济的韧性啊，就是爱互这中小企业，比如讲即马这个美国甲澳洲的这个市场开始发现伊的需求开始萎缩的时候呢，那让这个企业呢能够继续经营落去。那其实这是啥？这是2020年这个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澳洲的做法。澳洲的做法，迄阵伊的做法，我是感觉讲咱会当参考啦。因为澳洲的做法就是讲，我互你这企业你莫倒去，但因为你若倒去，这失业率就会喷悬起来，开始伊会 lay off 员工什么，所以讲澳洲的做法就是讲，我支持你这企业，互你继续经营落，莫倒去。但是美国的做法无共款，迄阵2020年美国的做法是直接分钱互遐员工，所以讲你会感觉讲，你会看足清楚的。2020年的时候，澳洲甲美国的失业率，一个是美国是一下冲啊足悬的，2位数，但是澳洲的失业率是慢慢起来，所以讲我是社会冲击澳洲较少。
较少哦。所以讲，即马总统你讲这什么韧性的经济吼，我感觉这未来就是讲，万一啊吼，这个外部冲击若足大的时阵，会当考虑这个欧洲的做法来辅助这个中小企业吼，可以袂讲受到伤大的这个冲击。是，这我也请教着蔡老师吼。蔡总统一直讲，我要互人民有感，所以就真侪立法委员他拄啊咱影片内面吹到拢是讲无赞成啦，事实上还佫真侪立法委员讲，就本来上有感觉啦，但这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说服一寡民众，甚至是一寡这个意见的领袖讲，互你有感是爱安怎才有有感？尤其咱头看到讲有7个讲5基钱啦，要减轻就居住的负担啦，扩大公共运输的补贴。公共运输的补贴一个月互你补贴1200块，有人讲1200块哪有啥物感觉？到底这种物件在咱咧讲这个北京话讲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呐，这有啥物？通常较通俗的方式来讲，互即个一般的民众来听，讲我互你一个月1200块的补贴，你一年我就比你一万块较济，安尼敢有通说服？我感觉即个公共运输的补贴吼，咱若伫台北看，可能讲我咧坐捷运的时候有咧一个票价即个补贴，但是我相信咱真侪观众朋友住伫咱中南部吼，其实咱足侪公共运输拢是政府咧补贴的。我相信这过去院长伫地方政府咧做财政局长的时阵，伊一定非常了解吼，这部分其实是足大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拢会讲你住伫中南部，你的生活费叫做少的啦。你若去中南部住看卖啊咧，你要出门吼，你无车哪像无卡咧，所以真侪人拢需要骑倒摆嘛。所以政府伫这个补助其实是开足侪钱的啦。咱讲咱要哪互这个立委会当互因知影讲。安尼发现金的方式是毋是上好的？嘛会当讲，除了讲会当讲，毋是对政府好，嘛对这人民嘛毋是上好。过去我相信伫咱去年的时阵，咱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即个货运的即个价值拢涨啊足悬。是啊。所以做侪货运的公司拄啊伫即2档内拄啊向趁有够侪，一个月趁超过过去的1档，一档趁过去的即个10档。你若想讲，我伫今年年初拄则，那像咱即个黄院长讲着讲，我都毋知影讲我想到今年我会想趁啊济，会发遐济奖金。所以我伫今年正月初的时阵，都参阮某讲好，讲我一个月都互你5万块安尼。结果到年底的时阵，恁某甲你讲，你若想加遐济钱出来，迄嘛毋是有法度暗算的，对无？因为拄啊好，即个货运拄啊好伫即个那像5月那规个时机就拄啊好，伊的时机嘛，所以大赚。伊大赚，今仔日你若咱观众朋友会当想看卖啊，你若厝里有负债，你会甲你领着这个奖金，会第一个想到怎啊摕来还负债，是怎啊讲吼？迄天拄啊好看有分着500万的奖金，怎啊去看一台500万的车怎啊甲买掉？买落你等于你是当一定讲你这了尾仔囝啊。恁囝一定会讲我哪会对着即个老爸，那所以想到咱这毋是咱一般人，当然有可能有1、2个人会安尼做，但一般的人一定会想讲，我的钱是毋是爱甲分做三等份，是4等份，还是5等份？你想领着这500万你规拢甲欠起来嘛无啥得，你当然爱互咱今年大家过较好的，这咱像发现金小可开一个，但是其他的部分。你有足侪，咱伫一个家庭内底本身就有囡仔的教育，未来你安怎规划？本来无想要互伊营养费输量对啊，本来无想要互伊出国的，即马拄好有加这条支出来，是毋是有法度帮助伊出国？本来有一个即个贷款，我是毋是会当讲立较紧的，以后看会当较轻松的卖？无人想经济拄好落来，我的工作若无遐稳定，对着咱整个的家庭来讲，这经济。会当讲有足大的风险，所以安怎要提高咱即个家庭面对着讲向若无透落去，即个家庭咱才继续生活落，这就是韧性。所以伫即个方面，我相信就是讲，拄则咱伫一开始，拄则主持人讲着讲总统哪会甲切即几等份，要做即个健保，因为健保大家会当讲，虽然这是足大坑的，但是因为有即个健保，嘛有咱整个台湾伫即个医疗的环境。还是讲，互大家有法度接触到较好的医疗，有较济机会。
咱会当看到讲，咱看到当然是表面的钱哪了足侪钱的，但是伫另外一部分，伊嘛有咱的台湾人民加做有信心的。你活伫这个所在，你袂烦恼讲啊，我若向无钱，我要安怎？这就是健保对着咱这个健康的保障，嘛咱对着社会帮助。是啊，啊当然对每一个代志一定拢有伊正面的一部分，有伊负面的一部分，所以咱一定爱去永远要去甲想看嘛，讲安怎巧对整个社会好。我相信这是一个领导人需要爱做的。啊，对着这立委来讲，因可能想伊就花了现金花免本钱，伊也无本钱啊。但是对着一个执政党来讲，伊绝对袂当安尼做的。是，这下来要请教到院长吼，咱他这开讲的时阵就讲吼，人民吼要有感，是安怎有感啊？院长哦，比一个例啦，讲你食碗卤肉饭哦，起5块你就爱被叫母啊！啊，你若去房价哦，若起哦，你感觉真欢喜咧。这院长你讲互咱听看觅。我想吼，拄则主持人问足好的问题，就讲要安怎互人民有感嘛？其实过去这几年来，咱真好的一个政策叫做长照2.0嘛，针对着有需要的4大人，若是因的家庭，所以政府编预算，包括着咱的烟税啊，这拢去甲伊支持，互因过较好。但毋是逐个因兜拢有即个需要照顾的老人，所以足侪人毋知影这个代志。所以若要有感的时阵，咱爱先定义出来，咱爱找出来讲，到底哪上可怜，还是上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是谁？比如讲，咱伫2年来，咱伫做迄个纾困的贷款，我就看到足侪少年啊，伊伫做艺文工作啦，伊伫做文艺创作啦，是伊做家己的一个小生意啊。伊去银行借钱无遐简单，但是伊迄个周转也无过的时阵，等于伊自少年啊，等于伊自大学甚至较细汉开始的梦想，规个都拢无伊。啊，伊这4人等于拢背顶悬，所以要安怎用一寡方式普查啦，是讲自顶界借钱这个经验，去甲这个人定义出来，这比你互伊2万块伊拢无够啦。2万块是无够的，3万块啦无够。但是因需要的一笔钱呢，是包括着讲，像拄则明通老师讲的，我是运输，我就补伊运输，但是我让他补足侪人去看票，看伊的表演，伊就通活落，甚至讲等甲时机啦好的时阵，伊变做台湾，他去换去趁中国人的钱啦，趁外国人的钱的阶段。所以这部分是我感觉讲过去可能政府有伫做。但是宣传伤少，所以咱看到拢是台积电啊、半导体产业。但是这部分的文化产业，乃是讲服务业，不管是餐饮啊、高阶段的旅游，还佫真侪啦。啊，佫有传统的一寡非电子制造业，这部分咱应该爱趁即个的时机，像总统讲的，伊分无共的阶段。伊过去其实两年前拢已经有这个资料啊啦，什么款的产业？是上有可能伫明年的景气无好的时阵受到损伤的，我到时阵一捧出来，就袂讲甲你借钱，搁来甲你牵拖一大堆，而且我若较放空，甲条件啊放松伊的规定，而且真紧他拨款落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有真侪代志爱做，爱钱的所在真侪，比现金有较侪，啊现金见真2-3万块吼，讲迄青食啦有啦啊。庆祝来噻，但是亲像我讲的，卤肉饭差5块10块，咱有感受啦。但是咱少年仔租厝成本足悬的，悬甲连合宜住宅拢超过了市价，即种安尼伫租的时阵，这囡仔是需要帮忙的啦。因咱大部分有厝大的，咱无遐感觉，但是有真侪人需要帮忙。啊，这个就是咱若他甲钱吼。囥在即个位啊，对因公司也有一寡困难啊，无法度经营的时阵，咱他家斗相共。我感觉这比发现金较有效。院长甲即个蔡老师拢讲到一项代志，就是讲政府过去这2-3档其实也做了不少的代志，吼，即有创这创那，但是呢，民众无感觉，而且就唔知啦，吼，这也算做一种认知作战啦，吼，这叫认知作战，就是讲啊，我到底是做了啥物？所以要请教到这个曲老师吼，咱看到这内面吼3个面向4部曲，这内面吼讲了，拢讲了跟这中小企业吼，
在推动着生产形态转型哦。尤其咱台湾中小企业真侪拢甲即个大陆的即个产业有连结，吼啊受到即个中国的即个经济，因为中国的经济嘛，我看即2-3年我看是扯甲真厉害吼，即会受损的即个范围真大。你有啥物具体的建议讲？咱来对即个中小企业，因为我所知的吼，真侪中南部的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吼举手咧讲话，讲吼我下季吼，即1月到3月即个订单，毋知伫倒位。啊，这是安怎具体要来甲帮衬，要互伊渡过即个难关？我感觉首先呐吼，讲甲中国的即个经济吼，其实自从即个美中吼开始即个有即个贸易战的即个对抗吼，啊甲着即个过去3年即个疫情吼，台湾即马甲中国的即个经济关系是有感觉变化啦。吼，我举一个例吼，国际货币基金 IMF 吼，伊伫咧2020年的4月吼，伊看到中国因为第一季吼，伊经济歹去嘛，因为是即个疫情的影响。所以伊讲，伊伫咧2020年的4月讲，迄年呢，吼，台湾的经济的成长是-4%，吼，那后来呢，咱台湾迄年是3.4%，敢若差7.4个百分点。IMF 就小可两公，毋是，因为过去可能安尼算，安尼准算是真准，因为在过去咧，在即个贸易战跟即个疫情之前。确实着两岸的这个经贸的相关性是足悬的，所以讲伊虽然伊无到这个骹手来这个专门照顾疫情预测台湾的经济这方面，你基本上用一个相关性来估就蛮准推算。吼啊，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讲，2020年发生这个代志，甲即马吼，即马 IMF 嘛你较算讲，因为中国的这个经济歹去吼，所以讲台湾可能经济会歹去，这我感觉这。我较存疑，为什么？你来看2022年的去年吼，去年呢，中国大陆来台湾的订单减少足济吼，啊，但是咱毋知有发现一个现象无？东南亚的订单变足济起来，那所以讲一寡台湾生产的这中间材吼，设计到东南亚，设计台湾吗？设计组装，好，就是说取代性啊，咱的台湾的中小企业有一个特性啦，吼，其实这个特性从这个。1997东亚金融危机就看得出来，就是讲伊做灵活的，吼，伊做灵活的，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讲政府呢，吼，像他拄啊，咱咧休困的时阵，迄个应用就讲嘛，吼，让他能够取得资金，这是上重要。中小企业，吼，让他有办法去贷款取得资金。那其他的，吼，那这咱台湾的这中小企业，伊家己会知影讲这世界的需求里头，啊，要甲上合作。吼，啊，要甲上合作呢，会当顺利将咱的这个货，吼，这个 end products， 吼，卖甲美国、卖甲澳洲，没有问题。啊，但是上重要，吼，这个中小企业，吼，融资的问题，我感觉是最关键的啦。啊，现在咱这个政府这个安排，吼，某种程度上会当来甲因合作，吼，若讲今年，吼，整个世界的经济较歹的话，吼，互因会当取得这个井水有通挖起来。对，吼，这刷来我请教就明芳老师吼。人讲哇，2022的这个全球的经济乱糟糟啦，哦，罗西亚甲乌克兰啦，啊，佫会继续今年2023年，佫会安尼真乱啊，真嗨，所以看歹这个情势，地书就讲，蔡总统也讲吼，第2波、第3波的营运吼，不时之需啦，所以到底会偌歹会歹？你会甲咱小预测一下，虽然讲吼，即摆预测无一定会准吼，啊，到底是安怎一种歹的形式？尤其哦，小等我过来请教3位哦，听这日本哦，在顶礼拜吼，伊干即个日币啊，哇，强升起来吼，人讲这可能是金融海啸的征兆啦，到底是毋是安怎？我先来请教着蔡老师。我感觉。要讲明年的今年的经济到底会偌歹的时阵吼，拄则即个柯老师讲到2020年即个 IMF 吼，对着咱台湾经济的预测吼，迄我听到的时候，我嘛是规个怎样戆伊吼，是讲你若算倒饼的吼，因为甲中国算正的，2020年是啥物？
武汉肺炎迄当，伊甲中国算正，甲咱台湾算负的，我都唔知影伊安怎算吼。所以有当时啊，这经济的有测吼，会当参考。伫未来这一当，咱会面对着什么问题呢？我相信，咱会当想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欧美伊受到这个物价继续这个碰到，所以伫这个情形下，伊的需求会慢慢啊一直降落来。吼，这是第一个，大家拢有讲到。第二个就是讲，咱看到讲中国即马伊慢慢啊咧解放啊，吼，伊互伊的人民出来，啊伊解放煞，大家怎惊一个？吼，因为伊出来了，出是对了，唔知带啥物物件呢？对啊，这个病毒怎开始扩散啊？这个开始扩散的时阵，每一个国家都要出来等嘛，是毋是会甲变成讲2020遐尼严重的状况？过来一摆，大家是足惊的啦。当然，即马的这个疫情，这个严重性对着咱人体的伤害吼，看起来较无遐严重啊吼，较袂讲一开始就随面对这个死亡。但是吼，伊总是会影响到这个每一个国家上重视的，伊这国内吼有需求的这行业、这服务业、这做食的、这做大做旅馆的这吼，因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咱伫未来这个经济受到什么影响？我感觉上大的问题，原来是伫物价啦。吼，因为咱知影讲美国的这个Fed，伊原来是决定要继续。吼，甲伊的利率要提悬，伊虽然讲提悬呢，即个%数会较低，吼，即个要提悬利率的速度会变较慢，但是伊要提悬利率的终点会较愈远，吼，本来讲可能要到4年，即马会可能到4.8，会到5，吼，所以是即个情形下，伊只是甲你的速度变较慢，但是伊的目标调啊较悬，所以这等于讲因伫现主时因所看到即个物价咧起。这个现象也较无法度完全会当好好啊控制落来，所以这物价吼，因为伊只要一起起来，需求绝对是降落。啊，有真侪人拢误会讲吼，讲啊，因为这中央银行开始咧甲利率提悬，所以咱经济一定会放落来，这是毋对的。迄是因为伊看到物价咧起啊，物价若继续起，伊绝对中央银行若无做任何代志，这经济绝对是放。啊，中央银行即马来做代志，只是互你莫放较严重。虽然你有那看到伊放落来，但是毋是因为中央银行起利率互你放，是因为物价起起来互你放。因果颠倒去啊！对，所以这是咱观众朋友大家爱看较清楚的啦吼，因为正经的部分但是有观众朋友问讲，啊，美国的物价起，啊，甲咱有台湾有啥物地带？美国的物价起，参咱无地带，吼，但是咱家己的物价有起无？有啊，对啊，这是重点嘛。啊，到第二点就是讲，拄则院长嘛讲着讲。房价咧起这个问题啊，吼，房价咧起这个问题，这嘛是咱台湾伫这个方面，咱面对着上大的挑战嘛。所以我想，蔡总统伫这件这个演讲内底，伊嘛有讲到嘛，物价的部分啊，伊免啊起这个社会主体啊，啊，到一个就是讲，面对着这个物价继续咧起的时阵，咱是毋是爱留一寡钱来补贴这个物价嘛有起伤济？其实咱足侪立法委员吼，一直咧讲，咱政府无甲退税吼。我相信咱真侪观众朋友拢知影吼，咱其实伫这段物价咧起的时阵，自这个物价开始咧起，咱的行政院副院长开始组织着一个小组专门咧看这个物价，因就开始有咧做这个货物税的退税啊。吼，所以因为货物税的退税，还是咱有一寡较重要这农产品的退税，所以伊较会互咱的农产品无起啊济。无你看，规个外口这玉米啦，吼，做这个小麦，对啊。这规个拢起嘛，啊！你看到的是已经政府有退税啊，所以伊较无起啊济。伊若无退税，伊就较起愈政府拢无甲咱提醒呢。伊毋是无提醒，是政府伊咧做，伊就感觉讲这是伊的责任啊。啊，大家伊就无感觉讲啊，这是伊一开始大家拢唔知啊，啊，所以变做讲啊，你爱讲我，你要互我钱啊。对啊，所以这嘛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我感觉咱政府吼真济这个。人出来说明的时阵吼，应该爱针对这个问题啦。人讲你无退税，明明你就退税，你就爱甲讲嘛，对无？所以伫这几当来啊，另外一个讲，咱今年当然咱这个预测吼，会比咱过去咱讲预测得较无准。吼，除了讲拄则这个杨院长讲着讲5月开始咧算讲明年的预算要哪算啊？到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大家拢看咱台湾歹，结果咱台湾大好。台湾大好呢，大家纳要税就会多，所以咱会当看到伫即件，即个加出来即个税金内底有
主要的部分是集中伫对，是集中伫咱这个企业的盈利的事业的所得税，吼，唔是咱营业税哦。个人综合所得税，嘛有小可起一术啦，但是起上大部分呢是伫咱企业的这个所得税。做生意的。对，所以迄就是讲，不管讲咱这个对一个产业好啦，就是讲爱整个的产业好，因内的税收较有法度。啊，你就袂使空他人之慨呢。是啊，是啊，当然啦。所以你讲要退税的话，等下这个企业出来甲伊抗议，看这个立法委员要安怎？错。对啊。我来请教着议长吼，咱讲到这个今年的这个经济会看歹吼，但是台湾的经济，你个人会预测，如果你来当预测。我想对产业来讲，民航甲达生拢是这方面的专家啦。但是咱今年真大的挑战，要是伫利息啦吼。利息就是讲，安那对甲美国的利息的水准来行。咱当来看讲，为什么自过去以来，差不多10档，大家感觉讲，敢若真自在讲啊，我借钱的利息遐低。但是我厝价，我想足侪人来捌经过讲利息是7%、8%甚至10%的贷款，但是当为什么遐低？这拢是2008了后，世界各国拼命印钱，到啊遮侪资金走出来，甲全世界了后，变做讲全世界的资金变啊足便宜的。我定咧问阮学生讲，啊你借别人100万呐吼，你希望明年伊会还你偌济？你甲愿意当借伊100万，绝对无人讲明年还我100万，还是还我100万100块啦。大家希望讲啊，还这100块1万啦，100块2万。对啊，钱某爱生钱仔囝啊。应该爱钱仔囝，就讲咱对时间的看法，甲目前的资金的成本是无共的。所以明年上大的经济挑战，就是这些企业甲有买厝的人，伊手头的债务。伊承担的利息一定会增加，这增加了后，就会去影响到因伫经营顶悬资金的提空间。假使讲像台积电，伊发公司债3%、4%，过去大家抢要爱，但若囥个银行拢有3%、4%的时阵，连台积电伊都无法度遐便宜的资金来互伊周转。啊，若台积电安尼，中小企业更加是安尼。所以咱讲今年来看吼，规个整个世界面对着拄则讲到世界战争造成的物价增加、供应链重组，伊若无讲真紧，甲这物价扭落来的话，美国利息的一直向前起哩。啊，向前起哩了后，大家钱就走去美国。所以连日本拄则彭仁讲的、主持人讲的，日本也爱调整伊，啊无过去。大家留喺日本也好，但拢爱走去美国去，所以日本爱甲一寡钱留落来。咱台湾的政策是安那，咱家己爱想清楚。咱台湾到底对企业来讲，贷款的利息它互伊到什么款的程度？对需要帮助的是什么款啊？啊，有真侪少年啊，买厝的时阵是伫利息上低的时阵买上贵的厝。你当若利息一起的时阵，有可能造成伊。就过头哦，立贷款的困难啦，所以这部分就是政府老伫做讲啊，这首购的利息补贴，但是啦未来嗰啲行的是，今年来看的话，这部分的需求也阁真大，这种可能比咱大家拢摕到几千块啦，是几万块的现金较重要的代志。哦，头仔讲起来咧，茶米油盐酱醋茶啊，咧，逐项都爱东西二即边啦，照顾透透吼。这柯老师。咱看到这个今年的经济，尤其中小企业的受影响。啊，那么在电子业啦，这个，尤其电子的产业啦，是毋是也会受到相当的这个损害？其实是安尼吼，咱这个去年呐吼，迄个2022年的12月20号进前吼，那所有的这个预测的这个机构呢，吼，其实无看甲遐歹。啊，12月20号发生啥代志？12月20号，咱公布咱的外销订单。对啊。啊，外销订单一看，大家就惊到哦，啊，那会减较济啦吼。啊，其实这最主要就是这个欧美的市场吼，因为就是他拄啊，咱两个老师讲嘛吼，伊升利息，那升利息就是会对这个需求吼产生这个打压吼。
因为即马大家会较烦恼就是啥，咱会记得咱个2009年就是啥，全世界经济危机嘛。啊，伊的源头是啥？伊的源头就是2004甲2006美国的联准会呢升息17码，吼。啊，你看咱去年一年升17码，伊迄边是2年17码，咱去年一年就17码呢，吼。啊，联合国这个研究机构有一个研究嘛，伊讲联准会呢，特别升息升4码，先进国家的 GDP 呢会减少0.5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减少0.8个百分点，4码哦。老师，那个教练按省咱升17码，系啊，唔是咱，迄个美国哈，系啊，所以讲大家会烦恼啦，会烦恼讲哦，即马即安尼，当于种无订单、无需求，就是影响到台湾的出口，吼。但是我搁补充一下，就讲，即个疫情过去这3年吼，咱台湾受到较大影响，其实是内需型的服务业啦。但是这个内需型的服务业，我感觉明年今年2023年其实有一个机会，就是讲整个国际的这个疫情解封啊，吼，那颠倒讲，人讲风水轮流转，颠倒即马出口，包括你头拄这主持人讲，迄电子业可能较无能见度，但是这个内需型的这个服务业餐饮啦，观光啦，这方面反势有一寡机会会当。一个程度上来取代这个出口的萎缩。是，这我头拄有一个问题留互这个蔡老师吼，就是讲日本即摆作为吼，咱有人咧讲啊吼，有一位姓吴的这个总体经济学家吼，伊咧预测啊，伊咧讲这个日本做这项代志吼，甲2007年的时阵做咧同款，因为伊讲相当性来讲，日本作为一种套利的这个货币吼，即马强盛了真侪人，吼，去甲这个日本钱甲洗出来，这就是金融风暴的这个征兆，敢有遮严重？我唔知影伊的分析的基础是安怎吼，但是咱要看一间国家，一个国家伊有金融风暴无啊？你要去看伊整个这个银行吼，伊有健全无？比如讲。以咱即马咱台湾的真济金融业吼，我想因的拍销的比率拢真低，嘛有提准足济准备吼，就是讲你若拄着遮个较歹的企业吼，开始咧倒的时阵，伊有法度吼，伊有一笔拍销，伊若真正走去，你赚的钱毋是讲遮钱你拢一定收会转来，你当然讲你有利润的时阵。你咧大赚的时阵，你爱摕一寡钱先藏咧，若万不有一寡企业倒去了，你爱摕出来踏。所以伫台湾这个部分吼是无这个问题啦吼。那我感觉我感觉日本伫这几当来吼，当然因的经济讲毋是表现啊足好，但是整个规个国家吼，因真济这个债务嘛是主要因国内债务，毋是去甲外口去欠销啦。吼，所以要直接话日本有金融风暴吼。我是感觉讲，这是发了伤紧啦吼。若要讲金融风暴的话，我感觉有较大的困难的，就是讲，伫即个物价一直起哩，拄则两位专家拢讲到，讲即个利息一直起哩吼，影响上大是遐较无讲经济吼，较无遐健康的国家，吼，就若像过去咱伫节目内底捌讲过，中国吼，即个一带一路即个国家，斯里兰卡即个国家，迄足济啦吼，迄一拖拉库，因为迄足济遮个国家吼，过去吼，因为欠销欠足济，本身嘛无做有生产力的物件，所以伊就无法度去趁钱来还遮个销，所以的利息吼加减纳欠过，所以大司机但是你只要经济一崩落，还是讲只要你的利息是起起来，伊就可能挡袂掉啊。所以我感觉金融危机会发生的是较伫遮个国家啦。你要讲伫像日本因为日本人因本身就做做保守的。伊可能有足侪钱的，但是伊都无想要投资，还是毋敢投资，所以我感觉这是日本面对着较大的问题。日本伊会去开始动伊的即个货币的即个政策，我感觉较大的原因啦吼。虽然因的中央银行的总裁因无安尼承认啦吼，但是我感觉较大的原因嘛是因为日本吼的物价开始咧起啊吼。伫即几个月来吼，大家若有看到日本的统计数字吼，其实东京的物价吼拢去3%外咧起啊吼。日本过去是一个物价是上低国家，即马毋命
已经无伤价啊，开始咧起啊，所以对着做侪日本人来讲吼，因变成唔敢出国，因为日票愈来愈俗吼，要换人的钱吼，比如讲要来咱台湾佚佗吼，开袂起。所以我感觉这是日本即摆面对着较大的问题。但是嘛，趣味呢，咱的观光客去啊日本，你看到哦，太解哦，哇，一个可乐饼啊起3成，煞抓袂落去啊。即变做讲想要去遐开钱，所以我担嘛，吼。但是全球的这个情形之下，要请教的院长吼，还是回到咱台湾人，吼，要安怎有感？尤其哦，这个政府即摆开始要做这个，你敢有啥物具体的建议吼？咱头下看到哦。讲哦，蔡总统要讲哦，这个扩大公共运输补贴啦，这就是爱讲互大家知，吼啊5基钱要减轻着居住的负担，但是咱咧起厝吼，起这个社会主体起袂赴啊，这是要安怎做？敢有具体的这个建议，还是讲有啥物会当来开始做的物件？我想吼。第一要互人民，尤其啊卤肉饭甲厝，我咧想着哇。但是要互人民有感吼，其实爱互人民有感有欢喜啦。咱有感觉有欢喜。咱今日咧讨论的代志是咱今年的预算吼，去年安尼算起来，咱有可能中4500亿，但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拢无够钱啊，大家拢无够钱，咱搁伫发奖金，咱今日是要想讲奖金要安怎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因为你爱先一直了钱了到无法度啊，变做周转袂过来，企业也是共款，连锁性的就变做金融风暴。所以对正主持人伫讲，啊，明年有金融风暴啦，其他国家拢伫烦恼这个代志，但是咱台湾的政府部门有这部分会增加，讲预算佫竟然收比本来较济。当然，咱有无也未算这特别预算的部分，所以像照蔡老师的话讲，有领到赏金，大家来庆祝一下是无要紧啦，吼，要互大家有感一下吼，但是这有感程度爱拄好，咱爱去准备讲，当别人拢食咸酥鸡配只米露就会使啊。咱若甲钱传好好，其实咱有足侪代志通做的，包括着对咱。台积电上下游来讲，更较重要的公司，然后困难的时阵，咱趁这个时阵，咱的预算，咱的国发基金，咱去甲伊买落来、加落来，来互咱台湾更较强、更较好。但是对咱来讲，咱台湾要有真济爱甲国际连接的所在，包括着东南亚的一寡工业区啊等等，所以有钱总比无钱较好啦，吼。钱他解决的代志，拢毋是上困难的代志，无法度解决像健康啦、和平啦、战争啦，咱爱为迄去做准备。咱讲开钱开唔对嘛，真伤脑筋的。所以咱当想讲，摕现金实在是足无用思考的方式来思考啦。因为咱爱去想讲，现主是咱有这个钱，所以要安怎来叮当。我个人是一直拢感觉讲。咱台湾的少年啊，尤其是40岁以下的这群少年啊，因为因出社会的时阵，台湾的厝价已经开始起来啊，但是咱的薪水一直无起，所以无像古早大学毕业，你只要欠，只要用你的3万5万，你要结婚前拢通买厝啦，还阁买会起啊。但是当吼3万5万都好拍病尔，阁有学贷拢还无法度处理。拍袂得的嘿。所以伊当开始已经到40你有赞成讲规期吼，咱的 student loan， 咱的学生的这学贷，规期都免。这点我感觉会道德危机啦，因为足侪人是因为咱学贷本来就有补贴啊，所以真侪人无去还，是因为伊算了后比其他的贷款的利息较低，所以伊去还买车的创啥，到尾伊，所以你若甲伊免了后，真正对无买车的人无公平。所以我感觉学生是一回事，这麻烦的。我感觉大是上重要的啦。因今日对居住正义，所以才有讲5基减要减轻居住的负担，其实毋是负担尔，负担就是敢若社会住宅当他租啊。啊，伊租了后，甲你租15年、20年，其实也是空的。所以我也是建议讲，政府爱去思考，像新加坡伫1960年代开始，用因的公积金来起住屋，吼，伊叫做住屋来提供互劳工有一个用造价
建造成本使用权，但是使用权99年，但是伊土地保留伫政府的手头，所以伊他用安尼来大量的来填补掉对大的需求甲厝的需求啦。所以我感觉真侪政策他参考啦，政府啦真正要来做，咱趁早来想讲，伫咱人口拄好伫改变。未来少年仔的体力是愈来愈重要，因为咱的人口的结构伫改变。当年入来大学的毕业的愈来愈少，所以这样你袂使搁花无采时间去为着这的厝啦，是为着一个便当伫遐拍拼。伊爱去做一个互台湾进步的代志。咱啦较老的即end的。减领去1-2万块，会得过减领1-2万块啦。我先讲哦，但是我是感觉讲，真正咱啦，该想讲像拄则讲的健保啦是安尼，劳退啦是共款，咱来互伊稳健啦。因为一代一代安尼落来，咱袂使讲今日摕喺手头，无去思考到未来的是谁啊？子孙真正。事实上，头先3位专家拢有讲，其实咱啊减税减足济吼，政府应该互。咱的这个民众会当了解、理解讲，实际上做了真济，比你领1万块更较济。我头先安尼问吼，我来请教着这个柯老师吼，咱看着这，咱这家庭债务啊创新高，2020啊，家庭部门负债吼升到18.2条啊，占 GDP 的比重啊，差不多91.9% 啊，韩国104%全球上悬。这百面哦，虽然无这个详细数字哦，这百面拢是哦要厝体哦贷款所抵数的，这是算健康啊，无健康？这当然是无健康啦吼，因为这个南韩的这个问题其实足久啊，足久啊，我会记得超10多年前，伊的这个家庭负债吼占 GDP 的比重就是已经足悬的，还是一个问题啦吼。咱台湾这个目前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厝价的问题啦吼。那但是咧吼。这是一个慢慢形成的一个程序。你即马，比如讲，你即马1-2年来将这个负债比例给降落来，你嘛无可能马上看到这个效果。效果就是讲，民间消费突然欠管起来，无啥可能啦。因为它是一个变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那所以讲，我想讲要来讲一个他拄咱一定互咱大方向嘛。即马个。1800亿吼，全民共享，全民共享的部分，我是感觉讲，民众如果说要有感的话啦，吼，那就是要看这个政府的目的，你是要纾困还是要振兴？那我好像咱过去咱嘛是有分振兴券嘛，好3倍券、5倍券嘛，吼。那我即马想要建议就是讲，你若讲正经要搁考虑用这要全民共享嘛，吼，1800亿全民共享，你若搁要用振兴券的话，吼。振兴券是在你的景气复苏的阶段，它的替代效果会比较低，它拉抬那个 GDP 的效果会比较高。已经开始咧复苏，开始复苏的时候，你若讲，我景气你歹的时候，你分迄落，我就拿来买柴米油盐，我不可能来做额外消费，所以讲，看政府伊的这个目标是啥？你若讲今年正经讲拄到景气歹，然后咱的这个内需型的服务业，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讲，可能特殊的行业，咱会有振兴更，大家来去甲帮衬，去甲消费，可能效果较会出来。因为咱今年讲出口较无能见度嘛，咱要靠咱的内需服务业，那给他加一把劲嘛，好民众有这种额外消费的动机，安尼嘛是袂歹啊，因为你呢，蔡老师，你有同意这种想法无？你意思讲，就是讲特定的这个行业咱的消费更，尤其是内需的这个行业。当然你来讲，若有一寡伊咧成长拄着一寡困难的行业，政府会当甲伊帮助，因为一般来讲，真侪经济学家拢无希望政府较袂得到介入这个市场。对啊，我是想讲咧。像这个政府会想要介入市场，其实上重要的，大家拢会感觉讲这个市场做环境的。但是，当你若听到有一个大企业甲一个60几岁的这个落工怎向工抬头，你就知影这个市场吼其实是足无健康的啊。所以伫这个时分，政府就爱介入。政府会介入的原因是讲，这个企业伊就向这个
钱拄啊好伊就不转袂过多啊嘿，伊就转袂过，所以你甲帮助一下，伊就有法度转过来。伊只要有法度继续转过，啊你以后也还你钱嘛，所以这就无问题。上麻烦的是讲你去帮助一寡遐企业，安怎付拢付袂起来，吼，安怎付拢付袂起来，咱讲强势企业啦。吼，你若讲像这个企业，当然咱袂得甲斗相共。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帮助企业，唔是用振兴券落去创。有这种方式，我相信曲老师只是讲到其中的一项啦。伊拄则要讲的是讲，你若要帮助的，你莫甲摕现金啦，因为摕现金你会向你会直接绝对去欠起来，绝对是无效。啊，你要分羹的话吼，你若分羹伫即个经济咧开始咧落咧扯落的时阵，你去帮助伊吼，伊会怎倒去买伊本来就要买遐物件。所以你嘛是等于无去帮助遐企业，伊会替代现金，伊要表示的是安尼，啊，但是发券只是其中一种做法尔，咱要到做侪个话，咱继续来。我看下第二集。